我劉連雄同李嘉欣、洪恩、蔡少芬嗰段四角風波20幾年過去，依然有人追住問。近日又有網友挖出當年嘅電話錄音，話李嘉欣鬧洪恩蠢女人，話我簽洪恩另有目的，仲話蔡少芬夾喺中間兩頭賴。呢段錄音係1992年俾人錄低嘅。我真係恭喜你啊！簽咗個洪恩咁蠢啊，閪女人翻去啊！恭喜你啊！快撚啲捧紅隊添。當時我睇在 Ada 份上，又覺得洪恩外形靚有潛力，就叫我旗下中華娛樂簽咗佢入公司。當時許志安、譚耀文都係我公司藝人，我同洪恩淨係老闆同藝人嘅關係，真係冇其他念頭㗎咋。呢件事本來平平無奇，點知簽約消息一出，李嘉欣第一時間就炸咗。半夜3更我接到佢電話，電話筒另一邊簡直係天崩地裂，佢劈頭蓋臉就鬧：恭喜你啊，簽咗個洪恩咁蠢嘅 X 女人翻去。我當時都懵咗，完全估唔到佢反應會咁激烈。其實洪恩真係無辜到極點。簽約後我同佢私下見面唔超過3次，每次都有 Ada 在場串報。至於洪恩，自始至終都淨係我公司藝人，我對佢冇任何歪念。我真係唔知道恭唔恭喜你，真係唔知道恭唔恭喜你好。識得揀基因活法先至係真正值得恭喜。李嘉欣之所以反應咁大，只不過係佢唔容許任何女人出現喺我身邊，就算淨係工作關係都唔得。即係當年係蔡少芬主動介紹洪恩俾我識㗎。你哋都知 Ada 當時要替屋企償還巨債，年紀輕輕就承受咁大壓力，實在可憐。我先出手幫咗佢一把。佢同洪恩因拍摩都合情相識，兩個女仔都有相似嘅慘淡童年，感情好似兩姊妹咁。Ada 見洪恩事業唔順，就想幫佢搭個橋，完全冇其他雜念。後來洪恩接受採訪嘅時候話，劉生冇追求過我，私下根本冇單獨見過面，呢啲都係實話。佢當時真係無辜中槍，被李嘉欣鬧到狗血淋頭，事業都受咗影響，但佢從來冇怨過我，亦冇同蔡少芬反面，呢點我一直好欣賞佢。